咁所以大師就話啦：此器界者，三昧耶曼德那之總名也。啊，總名呢個就講咩啊？呢個就講呢一個器世界屬於三昧耶曼德那，而整個器世界就係三昧耶曼德那總名，即係咩啊？總體嘅表現。所以三昧耶曼德那嘅就係咩啊？就係本願咯。即係你而家呢度啊，你而家呢度就係由諸佛嘅本願或者本誓所構成，所以你冇離開過淨土。你喺我哋嘅道場，大部分嘅人都會讀過或者拜過五百大願經，係嘛？五百大願裏邊講得好清楚，即係你會發現，你讀過釋迦牟尼佛過去所發嘅願嘅時候，你就發現佢嘅願，佢願力去到構成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噶嘛。我哋呢個世界嘅所有種種，基本上就依靠住佢願力去到構成噶嘛。